民众党去卡到政治现金申报不实的案件，其中的关键幕后公关公司竟然讲，互人讲这个金流不明。前幕后公司的总经理史盖，伊昨暝上节目时就讲，虽然伊本身对外讲是总经理，但过其实是人头。啊，甲这幕后有财务纠纷的立顶负责人嘛讲，伊本身生出1300几万的制作一寡呢，这个制作的物件啦、物品啦、选举的物件，但过即马呢钱也未收到，因老爸搁严重的买机会真痛苦。有关这两个人讲法，民众党是讲完全无这个代志。我完全没有看这些资料的权限，我只是被他对外说是总经理的一个防火墙。我也是人头啊，看到这些费用，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下巴都快掉了，因为我们一直以为他们没有钱。讲家己是前幕后公关公司总经理史盖上节目，提函幕后负责人李文官对话记录，邀请伊带团队进驻，当时就立顶公司同齐交接，结果大体出1300多万制作小物品，到这阵也够钱摕袂倒来。部分是我自己的积蓄，其实我也有跟家里借钱嘛。我爸现在癌症4期，然后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自己父亲这样。他们其实都是立鼎的伙伴，那一人分饰两角，他完全没有担任过木可的总经理，这完全是子虚乌有。民众党内欧北省会背后甲立顶无合作的关系，等于参无到水无流。不过幕后经济酷伫咧表，检调单位已经介入调查，包含各界这期幕后演唱会用户无回关民众党。歌班竞选总干事黄珊珊，去年捌回关100万，不过因为去年会计年度无任何营收，才依法提动起。不过今年佫小刷关乎民众党超170万。根据周刊报道，检验意外发现，清查国文体相关项目含金流，幕后公司有几若百万资金回流决定行，过程是真过期，而且甲决定行讲的170万拢倒袂包，廉检当进一步伫咧追查，只不过幕后公关一张纸声明，讲公司暂停纠纷，刑务关出来关网站，嘛互人质疑案情真无单纯。昨天就马上把这个网页关闭，是不是现在因为可能检调开始要来追查一些账本也好，或者是营运的一些相关的细项，这些通通都要把它销毁掉。今年6月，幕后董事长李文聪和小妹李文官，佮带员工同齐去巴厘岛员工旅游。所幸到回来了后，经济是愈变愈大空。民众党强调一切合法，如今检验解职，嘛互所有金流无对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